今日要過嚟幫我做 MC。我想插一句先，我見你個個介紹佢哋先，我要調翻轉。我想你咧，你成日頭先話驚大家會唔會忘記我啊？大家會唔會記得我啲咧？好傷感。係啊，我首歌嘛。但係你睇下大家今日咁嘅狀況已經知咩事啦。同埋咧，你再咁咧，你咁樣講下，我爭啲想同你點首忘了你忘了我嗰首歌唱。所以我哋第一次合唱咧係王傑嘅幾分傷幾分痴。同埋咧，我頭先聽到你話，你成日都好擔心，即係擔心大家J 家人嘅辛苦啦，因為成日佢哋要出席阿 J 出席活動嘅時候，大家可能係要預咗好多時間排隊啊，又或者係要走遊呢個香港嘅每一個各地等等，驚大家好辛苦。咁但係咁先證明咗大家係好支持阿 J 啊，係咪？同埋我想講咧，大家咁樣不停去遊走去排隊咧，好特別係有個辛苦。但係咧，我每一年見到大家咧都係更加健康。你知唔知呢啲係好好嘅活動嚟嘅？如果唔係因為阿 J 咧，我哋都即係大家都可能冇機會係全香港各區要走勻晒，先真正認識香港。你知唔知道？有目標啊嘛，因為就係以你為目標，大家先會出現啊嘛。多謝。所以大家真係要俾多啲掌聲啊 J， 就俾大家先啱嘅。希望之後會多啲演出啊，多啲活動啦，咁啊希望可以咧全港18區都同大家行開心。咁所以好啦，加埋大灣區嘅。大灣區係啦，希望大家記得update 你哋嘅回鄉證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如果有機會，希望去內地演出嘅時候，可以帶埋大家一齊去演出完一齊玩啦。所以唔好靜自己走咗去，唔話俾我哋知。會嘅，我一定會喺我嘅 Facebook 度 update 嘅。大家記住留意我嘅 Facebook 嘅最新動態，sell 下先。好，咁我哋點都要合唱首歌。介紹佢哋，你唔介紹我。一出嚟已經俾咗個 opening 你嘅喎，成個。即係冇咗個時間。已經係一個頭炮啦，已經頭炮嘅嘉賓就係。咁算啦，咁係咪要講下點解揀呢首歌？呢首歌啊，你想考我？你知唔知點解揀呢首歌？因為今日天氣好好咯。因為我一早就知道今日嘅天氣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咁澎湃嘅情緒。頭先我講過，就算8號風球、10號風球，我哋依然嘅風雨不改會喺呢度。所以我就聽到其中一句歌詞就係、天氣不似預期，但係我哋會製造，就算無論如何係點咧，我哋都會坐喺度聽你唱歌。即係總要嚟啊嘛，唔好總要飛嚟，過嚟呢度啦嚇。祝大家歲月如歌。我想要看見你如何不懂謙卑，許講心中理想不會作戲，猶如看得見晨曦，才能歡天喜地。抱着你我每次會來多少驚喜，也許一生太短，陪着你，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。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，道別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沒有機，給我體貼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必要遠離，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。當世事再沒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？真係好啱呢個天氣，原本係不似預期嘅，好彩。再見你，背向你，未來多少傷悲，也許不必再講所有道理。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發
天走地。抱着你我說過如何一起高飛，這天只想帶走還是你，如像往日遊記，但會否地叫了嬉戲。呢首好啱大合唱喎，我覺得大家可以一齊唱啊，趕走呢個麥德舞嘅來臨，成功趕走咗佢啊！一齊唱啦！準備，2、3、4，唱啦！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，道別不可再等你。不管有沒有機，給我體貼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，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。當世事再沒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。歲月如歌 Happy birthday！ 英國又識咗幾多年啊？3年啊，我將會3年又3年又3年。我哋下首係咪合無間道啊？唱我哋有請 Bosco 㗎嘛？又係佢，成日都見到 Bosco 啊！好，今日我哋仲有嚟咗抽獎啦！其實我最後一個考驗，最中意嘅環節嚟呢個係。哦，又係呢個，好啦，但係要同頭先我位嘉賓同阿 Ramon 即係我個人比較正經啲，咁所以要即係正常啲去介紹一下啦。但係呢個同頭先一樣咧，都係一間嘅好特別嘅夜半風聲西藏野花蜂蜜嚟喎。其實有咩特別咧？就唔係普通蜜糖啦。頭先聽我講嗰句已經知道啦。咁有咩特別咧？其實呢個蜜糖咧係關於今日3件事都關事。首先咧，中秋節我成日食月餅咧，其實你知唔知中秋節食月餅嘅時候加多啲蜜糖係仲好食嘅，知唔知？大家都唔知㗎嘛，可以不妨試下。我真係唔知㗎嘛，係啦，真係㗎，你唔知㗎。真係唔知啊！所以大家試下，因為你試完佢話俾我知，因為我自己都未試過。咁第二樣嘢咧，因為今日所有包括呢份禮物啊，大家所有入場嘅所有嘅費用咧，扣除成本都係為咗公益㗎嘛。咁呢份禮物當然都係一個代表啦。咁第三咧，我都冇辦法唔重複，因為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。頭先啊有提起過啦，呢一罐嘅 honey 咧都好代表到你嘅為人啦。其實你都係好 sweet，同埋你好肯去幫助人嘅。大家睇下 J 老師嘅笑容已經知啦。你除咗唱歌叻之外咧，亦都係對好多美食好有研究啦。咁所以咧，每次我哋出嚟食飯，我未試過月餅加蜜糖喎。所以大家試完話俾我知啦。咁所以睇下邊一位係幸運兒啦，好冇？好。交俾你抽獎。嗱，喺度咧保證，如果我抽到自己嘅時候咧，我應承大家，我一定會照收嘅，因為唔會係因為啲咩聯誼，所以要去再重新抽過。呢個係一個好公平嘅抽獎嚟嘅，呢個好似真係喎。3位數，有個1字嘅，尾數7。我想問我哋抽幾多份？咩7咧？2份嗰啲，咁呢份唔中得1、2、7係咪啊？係。爭啲啊！147。有冇147？呢個係我哋票價喎。冇147喎。147。有冇先？有啊！俾啲掌聲啊！